香港演藝學院嘅畢業生咧，有好多都係金像獎嘅常客嚟㗎。其中一位咧就係曾翠珊導演啦。你有冇睇過《大藍湖》啊？有冇睇過阿 Sa 嘅《非分熟女》啊？有一出你一定要睇啦，就係用 VR 拍攝嘅一出電影，叫做《毛姆之間》，係香港首部入到威尼斯電影節嘅作品嚟㗎。哇！我準備咗好多問題要問佢啦。曾翠珊導演 Jessie，Hello， 歡迎晒，好開心，終於可以喺度同你傾偈啦。因為咧，其實你有好多好出名嘅作品啦，其實你有拍好多短片啦、電影啦、藝術嘅作品啦，甚至乎係一啲商業嘅作品啦都有啦咁樣。大藍湖係其中一個大家好中意嘅作品嚟嘅。當時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構思拍呢一個作品咧？Thank you Barry， 係咁其實大藍湖咧都一段時間之前，但係其實係我自己生命好重要嘅一個作品，因為都係關於我嘅即係家鄉嘅故事啦。大家知道即係我係村姑導演咁，即係自從大藍湖之後，即係可能更多人認識咁樣。咁係我自己都係人生第一部係長片喺自己嘅村落度拍嘅一個作品。即係你將你自己嘅生活嘅一啲回憶啦、點滴啦，就擺咗喺呢個作品裏面。冇錯，其實我基本上過去20年嘅創作都係好多時都係圍繞我自己嘅日常生活，我嘅村落。咁但係你可能有人會問，又係拍自己條村，但係我覺得每一次其實都有唔同嘅格式或者唔同嘅敘節手法，我都係發現緊一啲新嘅東西。即係到我而家今時今日2022年，其實都仲做緊我第2集嘅村落嘅紀錄片。哎呀！因為由河上變村2014年完，即係拍完之後，咁係10年後嘅清照又嚟臨喺2020嘅疫症期間，咁我都再次拍咗呢個10年一度嘅太平清照咁樣。係啊，你係宣傳大使嚟㗎啦，即係我哋去西貢都係要study 咗睇咗你嘅作品先啦咁樣。其實你除咗拍啲藝術嘅作品之外，你又拍商業作品啦，非分熟女啦，亦都即係得到好多提名咁樣啦。其實難唔難去到拿捏一啲商業同埋一啲藝術嘅作品嘅平衡啦？其實有陣時我都唔知我自己拿唔拿捏得好，但係可能我自己比較係一個平常心嘅人，就係我其實關心嘅題目、關心人，無論佢係短片咩格式，佢係獨立或者商業，即係只要講到個故事，其實就可以咯。咁所以我就係可能我有個係叫做無懼或者係無知，即係你唔有 fear 咧，咁我就乜都會試。咁就可能覺得如果個作品係要多啲成本嘅，我咪可能即係硬著頭皮，唔會諗自己拍啲好細嘅製作，哇點可以揾到大嘅錢？即係我諗我比較係擺埋一邊，就係我想做咁就去試咁樣。唔好停啊！就又得喎咁樣，或者即係仲覺得自己都好多嘢學習，因為好有趣。好多人覺得我拍完非分熟女一個長片，點解突然間又去做一個毛姆之間 VR 呢個製作咧？即係咁有一個可以咁多人睇嘅觀眾，到即係一個平台，可能電影院到 VR 其實係一個好個人嘅觀影經驗。大家會覺得點解你一個電影導演會做咗一個咁另類嘅東西？咁但係我又係覺得可能我比較即係好 open， 亦都可能同電影即係喺 APA 嘅成長有關。就係當時讀電視學院嘅時候，又會有drama school、dance school、music school， 就係唔係淨係電影，亦都好多唔同嘅界別啊。咁令到我覺得即係世界係即係同藝術世界係好多元嘅。咁電影都係其實等於講緊世界。咁所以其實乜嘢都有可能。咁所以我就冇框死自己。咁所以即係可能呢個原因啦，即係我係唔同嘅大細嘅製作或者格式，我都會即係中意就去做咯。講起毛姆之間咧，即係我要特別喺度講啊，因為對我嚟講好深感受，因為兩位主角就係我同學仔嚟㗎啦。我都啱啱先知。係啊，即係兩位係我同學啦，而呢一個作品咧就係我同學邀請我去睇啦。咁係一個 VR 作品嚟㗎嘛，可以講多少少？因為其實嗱拍電影啦、拍短片啦，同拍 VR 又另外一樣嘢啦，係嘛？我自己其實講翻就係電影其實都超過100年，咁VR 對我嚟講係一個好新嘅一件事，就係佢
係一個我唔認識嘅領域。咁我今次其實喺翻學院電影電視學院嘅駐校嘅一個階段嘅時候，藝術家駐校嘅過程其實就係正正做做一個 VR 呢個母母之間嘅製作。咁係好好就係喺 Spark 一個 research 嘅 centre 啦，咁就俾我有呢個空間。咁其實正正就係想點樣由傳統去到一個利用嘅新科技去探索，即係一個敘事嘅可能。咁呢樣嘢係我自己都 proud of，就係即係習慣咗用係喺一個框框一個 frame 裏面講故事咁多年啦。而電影就係其實一齊 within 一個 frame 去講故事，但係喺 VR 製作就係打開拎走個 frame 係 frameless 嘅。咁如果你有機會嚟睇嚟緊我嘅作品啦，母母之間其實就係你帶咗個 device， 你喺呢個沉浸式嘅一個空間裏面，你點樣透過影像聲音去引領你去望呢個世界，去睇呢個故事，你已經置身其中。咁裡面係唔係等於即係有少少唔同傳統電影係我 design 咗啲 shot 分鏡去令到你代入嗰個世界，但喺 VR 裡面其實你觀者係第一人稱裡面你好有自由度去睇呢個故事嘅。好吸引呢一樣嘢，即係我喺度諗點解 APA 畢業嘅即係學生咧，佢哋出到去不斷係咁尋求突破啦。我相信你讀嘅時候，當時你讀緊書咧，係咪未有 VR 呢啲嘢㗎咧？未有，我諗喺演藝學院其實我好感謝就係嗰種你會覺得好開放、好 open。嗰個 open 你聽落好似 open 真係點？即係其實就係你見到好多可能性。可能你諗下劇本嘅時候，隔離又會有個舞蹈嘅同學喺度拉緊筋，跟住又有人喺度練緊歌，即係同埋我哋返學裏面有陣時我又會去做 usher， 即係睇啲唔同嘅 performance。做 part time 啊嘛，因為我哋以前咧就做 usher， 即係嗰啲大委員啊，係咪啊？係啦，大委員啦。咁我哋會做呢個 part time， 但係做呢個 part time 係好好嘅喎，因為我哋了解到成個過程咧，究竟原來每一個崗位嘅重要性。因為演藝學院好似一個萬花筒，你讀緊自己嘅專科嘅同時，其實就有好多唔同嘅界別嘅 talent 嘅同學咧，你當時唔知道，但即係其實大家都係一個好有才華嘅種子，但係你就喺嗰個種子裏面，其實你已經係互相去影響緊，你唔知，跟住咁就大家就喺可能成長咗，就會一齊所謂百花齊放。咁我記得我嗰陣時好好嘅朋友白子，咁白子其實嗰陣時我哋同學啊，同屆，其實我哋係喺嗰個 O Camp 嘅時候認識，其實我哋從來都冇一齊創作，但係就係咁多年淨係 hi 或者傾下偈咁樣，但係就好得意，最後都喺電影嘅平台相遇，亦都好開心佢即係由舞台劇演員到做電影。咁我諗嗰樣嘢係好似大家係一個 peer 一齊成長。咁演藝學院其實就有呢一個魅力，就係佢好多元、好開放咁樣。你講開演藝咧，即係想你勾起翻啲回憶，同我哋分享下。你讀緊書當年咧，有冇邊一啲地方係你好深刻印象？哇！每一次你而家翻 APA 咧，都要去嗰度回憶下咁樣嘅咧。其實有兩個地方，一個地方已經唔存在，就係 Open Air Theatre，咁係好懷念嘅。因為好美好，我喺嗰度睇過戶外嘅放映啊，有好多派對啊。而家其實派對嗰個玩，其實大家好多 artist 喺玩裏面，其實就係交流緊創作。咁其實玩好重要。另外一個我好極端，除咗一個玩嘅空間，就係喺圖書館。我好中意演藝學院嘅圖書館，因為當時其實冇而家有串流平台去睇電影啦，或者你經典電影而家好容易睇到，以前係好難嘅。咁我記得喺圖書館，我成日即係有時逃課都去，就係睇好多法國新浪潮嘅戲啦、VHS 啦、好多帶啦、好多海外嘅雜誌啦。咁嗰陣時好多知識都喺圖書館可以即係睇到。圖書館我都有啲回憶。我嗰陣時讀書嘅時候都中意去圖書館，因為我哋做一啲舞蹈嘅演出之後就唔知道自己做成點啊嘛，就去圖書館睇翻我哋一啲演出嘅記錄，然後就睇翻原來喺觀眾嘅角度係咁樣嘅，咁所以我都係中意去圖書館。咁呢個我唔知，原來可以睇翻你哋嘅跳舞。係啊，有好多我哋以前嗰啲讀書嘅作品啊，可以攞翻嚟睇啊。係啊，所以如果係畢業生嘅話，就有機會可以翻嚟睇啦。但係其實而家有好多人咧都好想入行，好似你咁，可能想做導演或者想做演員，或者想做拍攝或者電視咁樣，有啲咩 comment 或者俾啲 tips 佢哋咧？咁一定要嚟
即係 in 我哋嘅香港演藝學院啦。咁其實因為可能如果講翻我自己電影電視學院，可能喺其他院校都會有課程，但係我覺得演藝學院裏面其實你入嚟讀電影，其實你都可以同時間學習到好多唔同跨界別嘅一啲嘅藝術創作啦。例如你可能可以選修下drama school 嘅 acting course 啊，或者你亦都有機會可能去做一啲dance 嘅一啲嘅 course 咁。我記得以前我係有去飾演一啲畫人體素描嘅課程，咁我覺得好多好有趣嘅唔同嘅對話，除咗自己本科之外，都會遇到唔同嘅有趣嘅人咯喺演藝學院。你覺得讀完 APA 畢業之後，對於入行嚟講最大嘅幫助係咩咧？我諗嗰個好難話直接最大幫助，而係我諗嗰個開放性啊，真係，即係係令我覺得好多嘢都有可能喺學院從細已經好多嘢睇到，即係唔係淨係要埋頭苦幹讀自己個課程咁樣。咁同埋個 connection 嗰個連結啦，即係又會有演員嘅peer 啦，又會有即係製作團隊唔同嘅人 peer。咁我諗嗰樣嘢係好難得。係好多時我哋都會有時有唔同嘅學院，譬如話電影電視學院啦，或者舞蹈學院啦 drama school 啦，我哋cross over 去到做啲製作咧，我覺得係最開心㗎。係，但係想當年咧，我就冇機會同你合作啦。希望遲啲嚟緊有多啲機會咧，去到同你喺唔同嘅範疇合作就好啦。擺到明而家係 out 撈啦，我已經就係今日好開心喺度同你傾偈，希望下次我哋可以再傾耐啲，同埋希望大家可以成為你嘅師弟師妹，有咩唔明就直接揾佢啦。OK。